其實由大學站至到羅湖間嘅火車導行控制，站與站之間每一段路軌專用權以及較剪位控制等等，就係靠站同站之間嘅聯絡同埋站頭自己個別控制㗎。例如大埔墟車站，站長除咗可以用專線電話同各站及總部聯絡之外，仲有呢啲所謂波鐘。呢啲波鐘係有電線分別同大埔坳同埋粉嶺上下兩個站嘅同樣波鐘相連嘅。咁當列車想由大埔墟下行就去大埔坳嘅呢，咁大埔墟嘅站頭職員就會用信號同大埔坳聯絡啦。咁收到信號批准攞通行權之後，知道冇上行對頭車嚟呢，就可以攞呢啲鐵牌，咁即係所謂波。呢啲鐵牌呢係每段路有唔同形狀同埋暗碼嘅。咁由站頭職員俾到個司機之後，司機見到綠旗就可以開車落去大埔坳。咁同樣道理，就算係直通車，當經過大埔墟嘅時候，亦都需要得到由大埔墟至粉嶺嘅代表路軌專用權嘅鐵牌，咁先至可以繼續前進嘅。而站頭職員亦都會執翻司機劈俾佢嘅上一段路嘅鐵牌，攞翻入去站長室度。當然啦，當人哋問咗你嘅站頭攞道路通行權，而你又批准咗之後，就要快啲去拉動手掣。有關嘅較剪口就會較好，同埋兩個指示牌亦都會表示通行可以入站。咁有關嘅列車先至可以根據指示順利到站嘅。但係呢啲聯絡控制方法是否太過着重人手操作，同埋會增加人為出錯嘅機會呢？呢啲就見仁見智。不過好多人就認為用電腦系統控制應該就更為妥善嘅。話分兩頭講，雖然我哋成日批評鐵路系統嘅操作安全嘅程度是否可靠，咁但係我哋就時常見到好多市民自己絕冇重視到本身嘅安全，佢哋都冇理會周圍掛住嘅警告牌或者站長嘅大聲疾呼，照樣火車就到都仲橫過鐵軌。咁有時就算唔係好逼，都中意挨近車門或者係窗口。總之，凡此種種，往往都足以導致本身嘅危險嘅。嗱，就以79年為例，就有22人受傷，13人死亡，其中好多都係由於大意疏忽或者係一時逞英雄而引致嘅。其實除咗以上種種問題之外，現時鐵路局仲有其他地方係有人抱怨同埋需要注意嘅。例如職工嘅數目係未達到編制所需，又例如稽查查票嘅次數，有人就認為現時比以前呢係少咗啦。乘客一窩蜂落車出閘口嘅時候，有時閘口員亦都可能會睇漏幾個，咁於是有啲人就成日都想搏一搏坐免費車，一旦俾人捉到，最多就係補飛了事。咁呢啲亦都使到鐵路局嘅收入每年損失唔少㗎。至於火車嘅維修方面，雖然鐵路局河東流修車廠方面設備完善，車頭保養亦都有專人按需要定期赤車，同埋進行不同程度嘅維修程序。咁但係亦都有市民認為，而家行緊嘅車頭有啲已經屬老爺級，尤其是啲車卡大部分都仲係木板凳，實在係需要取締改善嘅。凡此種種問題，相信所有市民都想當局盡快加以改善。而其實政府亦都有鑒於新市鎮發展迅速，而預知傳統式嘅火車服務將會難以應付將來嘅需求，咁所以早喺76年就已經僱用一間顧問公司研究改良以及擴展鐵路嘅可能性。而喺78年1月，政府正式批准將鐵路系統全面現代化及電氣化，務求將呢個70年嘅老面孔全面改觀，以及將所有以上種種嘅問題都同時解決嘅。各位而家見到嘅就係喺外國嘅一啲先進嘅電氣化火車系統啦。呢啲火車唔止速度快、班次密、時間準、噪音少、冇空氣污染，而且全部以電腦系統控制，安全程度極高，一切設備都極其現代化。不過大家唔使羨慕人哋，
因為喺好快嘅將來，我哋就會有呢啲現代化及電氣化嘅火車服務啦。但係為咗要有呢啲先進嘅火車系統，當局就要進行一連串複雜同埋艱巨嘅工程，將現有嘅鐵路系統全面改革。自從喺1978年初，鐵路現代化及電氣化計劃獲得當局通過批准之後，鐵路局同埋工務司處嘅有關人員就立刻開始全力進行需要嘅改革鐵路工程。其中有好多浩大嘅工作，更需要同一啲有規模嘅建築公司合作進行，而就單係呢啲工程合約就已經有成60份。咁至於今次嘅火車現代化及電氣化計劃嘅全部工程同埋購置設備等等所需要動用嘅款項呢，就預計係達到25億港幣嘅，投資實在係相當浩大。而且喺工程進行嘅過程當中，有關當局更要考慮埋盡量唔好影響到現有嘅火車服務。咁因此，其中有啲工程就需要午夜至凌晨嘅一段時間通宵趕工。總括嚟講，最主要嘅工程就係要將全線由紅磡至羅湖鋪設雙軌，完全免除現時火車要等路行嘅麻煩，更以石剪嚟到代替枕木，可以抵受更大嘅壓力，同埋更加耐用。鐵軌又以新嘅燒焊法連接，等火車以高速行起上嚟更加穩定。甚至現有嘅鐵軌亦都全部加以翻新。咁當然，另一項嘅主要工程就係全線要建設架空電纜。喺進行鋪設雙軌同埋建設架空電纜兩項主要嘅工程期間，就要做埋其他啲連帶嘅有關工程啦。例如有啲火車天橋係需要加闊，咁故此要重建或者修葺。有啲隧道如果係短嘅，同埋上面嘅土石唔係太厚太多嘅呢，就會將佢挖通頂，同埋加闊通道嚟到鋪設雙軌。咁當然，好似筆架山咁高呢，挖通頂實在係太難啦。咁就唯有另外挖過一條新嘅及雙軌行車嘅筆架山隧道啦。除咗開山劈石之外，有時仲要移土填海添。例如大學站嘅車站呢，就會搬過去另外靠海嘅一面。其實唔止大學站，其他幾乎幾個車站都要進行加建或者重建。有啲新車站將會興建，而有啲呢就會遷拆啦。咁喺重建同埋興建新車站期間，當局更會起一啲類似紅磡總站嘅有規模嘅多層建築物，以便喺車站範圍可以發展其他嘅物業。例如喺沙田嘅新車站上邊，將來就會有一個多層政府辦公大樓，同埋會有一個商業中心啦。但係喺興建新火車站嘅時候，當局最主要希望做到嘅就係要有一啲巴士總站喺埋隔籬接載火車乘客，以便真正有一個完善嘅交通網提供俾市民。例如喺九龍塘起緊嘅呢，就將會係一個交匯站。九龍塘交匯站係分3層嘅，最上邊呢就行火車，而最底層就行地下鐵，中間嘅呢就係九廣鐵路局同埋地下鐵嘅聯合大堂，呢亦係用作賣飛嘅地方。而將來嘅火車賣票方式亦會類似而家嘅地鐵咁，係自助式同埋自動化嘅。咁到時又唔使再排隊買飛，亦都幾難坐到霸王車啦。買咗飛過咗閘之後呢，就可以上去頂層乘搭呢部咁嘅電氣化火車啦。鐵路局現時已經訂購咗45組呢啲列車，總值5億港幣，每組有3卡，可以載成800人。咁其中有16組行近郊線，咁即係由紅磡至沙田；29組行遠郊線，咁即係由沙田至到羅湖。車卡內全部都係有空氣調節設備㗎，咁所以窗門通常都係全部關閉嘅。如果有咩緊急事故，乘客想司機停車嘅呢，咁亦可以按呢個緊急掣。至於講到安全設備方面，呢啲電氣化火車亦係好先進嘅。喺司機控制標板上可以見到設備多多，包括有緊急警告系統同埋自動剎掣設備。